早安，您好。安座，你好。安座，你好。早安，我想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那里好玩吗？安座，我想要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那里好了么？安座，我想要去屏东的六堆客家文化园区，那里好了么？好玩啊！在那里，您可以看到南北一样的，好了啊！大家唔做得看到南北共用嘅，好了啊！大家唔做得看到南北共用嘅神在庙、主在堂，也可以看到南北不一样的竹制门帘哦，还有很多特色。神在庙、主在堂，没做得看到南北冇共用，用做嘅门帘哦，还有當到特色。神在廟、主在堂，沒做得看到南北冇共用，用做嘅門簾哦，還有當到特色。那要怎麼去呢？給我用白天呢？給我用白天呢？請搭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接着轉搭台灣好行，就可以抵達六堆客家文化園區。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3點轉坐台灣好行，就做得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咧。請坐自強號到屏東火車站，3點轉坐台灣好行，就做得到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咧。好的，請問下一班車是幾點呢？好，請問下一班車係幾多點呢？好，請問下一班車係幾多點呢？請搭乘7點21分那班自強號，請坐7點21分嘅班自強號，請坐7點21分嘅班自強號。請問還有座位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請問還有 VM 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請問還有 VM 嗎？我要買一張全票。現在只剩下站票，預估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站。一下張存到期票，大約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頭。一下張存到期票，大約21分鐘就會到屏東車頭。沒關係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唔要緊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唔要緊，我要買一張車票。好的，往屏東的自強號全票一張48元。好，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48個元。好，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48個元。這是100元。請問在第幾月台上車？也係100個元。請問第幾度月台上車？也係100個元。請問第幾度月台上車？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請到5A 月台上車。提醒您，以後可以先在台灣鐵路網站訂座位票。我老講，下禮拜做得先喺台鐵網站訂有位嘅票。我老講，下禮拜做得先喺台鐵網站訂有位嘅票。太好了，請問取票時要帶什麼證件呢？還好呢。請問拿票嘅時節要帶乜嘅證件呢？還好呢。請問拿票嘅時節要帶乜嘅證件呢？帶您的證件或護照以及訂票成功的電腦代碼就可以取票。帶你嘅證件、無手護照，還有訂票成功嘅電腦代碼就做得拿票。帶你嘅證件、無手護照，還有訂票成功嘅電腦代碼就做得拿票。我知道了，愛迪嘞，愛迪嘞。這裡是您的火車票，也係你嘅火車票，也係你嘅火車票。往屏東站的自強號全票一張，收您100元，找您52元。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，收200個元，找52個元。去屏東嘅自強號全票一張，收200個元，找52個元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安子 C。